现代台语版圣经约翰一书第5章，信耶稣是基督的人，拢是上帝的囝儿。听父母，嘛为听因所生的囝儿。咱若听上帝，佮遵守伊的诫命，安尼就知咱有伫听上帝的囝儿。遵守上帝的诫命，就是听上帝。伊的诫命毋是恶遵守，因为上帝的囝儿拢会当较赢世间，互咱较赢世间的，就是咱的信。较赢世间的是甚物人？皆毋是信耶稣是上帝囝的人。这位耶稣基督就是通过水甲血来的。毋是只有通过水，是通过水甲血。圣神做见证，因为圣神是真理。有三个做见证，就是圣神、水甲血。这三个见证拢一致。人的见证，咱着接受；上帝见证搁较有效。这个是上帝为着伊的囝所做的见证。信上帝的囝的人，伫伊心内有即个见证；毋信上帝的人，就是看上帝做白贼，因为伊毋信上帝为着伊的囝所做的见证。即个见证就是，上帝已经有赐咱永远的活命，即个活命是对伊的囝来的。人有上帝的囝就有活命。无上帝的囝就无活命。我写这个是要互恁信上帝的囝的人知，恁有永远的活命。咱伫上帝面前勇敢无惊，因为咱若照伊的旨意祈求，伊会甲咱听。既然知伊会听咱的祈求，就知咱对伊所求的已经有得到。老人看到兄弟也是姊妹犯着未至到死的罪，就祈求上帝，上帝会赐伊活命。我是指遐个犯着未至到死的罪的人得讲，嘛有未至到死的罪，我讲着祈求，并毋是指即个。一切不义的行为拢是罪。毋过嘛有未至到死的罪。咱知上帝的囝儿袂继续犯罪，因为上帝的囝得甲因保守，小者吸引袂着。咱知咱是属上帝，毋过全世界受小者管辖。咱嘛知上帝的囝已经来临，搁互咱有晓悟的心，通认捌迄位真神上帝。咱甲真神上帝结连，因为咱甲伊的囝耶稣基督结连。这位就是真神上帝，是永远的活命。细囝恁着闪开偶像，